6개5 창소요 시계요 창소요俩哈黑神功榜样满天空，四点茶偶遇是从心后空，用苦哈密含有7个5牛，煮蛋干做麻辣牛烟抽。시계요 창소요 시계요 창소요 시계요 창소요 시계요 창소요三层肉扣了一时家猪肉红红油价钱便宜公头天台重新用尽味道变老暗夜最差新世代价 Oh no 来哟，卖菜喽！俺也卖菜茶来了。来哟，卖菜喽！你还没有刀子嘴豆腐心呐、你还记啊？跟我打了一个赌，他说你去啊4、5个月就回来了，叫我不要管你。何宇，我2点诶，迄出恐怖片了，当然你在省会可能还有跳戏嘛。他手唔按呢，当然做到按压，天公你还会继续上班，安尼拄会掉呀。冇辦法，條家要搞得咩子紅人嚟。你做咩啊？宣正醫生先進來。何宇，今天大樓節電，電梯不能坐，你還叫按呢？行樓梯做得冇？冇事，吉普嘅路婷婷。聲音啊！
用诶。爸闺女就联络唔到，因下讲天咧催咩无送去，妈已经报警咧，你家个转来啦。好。爸已經叫過咧，嗰邊本已發現我跳埋嚟。我就老人讲，唔好食空药，酒好食，又好食酒，又按压水，食到脾湿太重，很涩，小心你牙三高会憋起来。憋起来。好哭。我讲嘛该，你全无通当作阿边风，一世人就无本人风行呢。阿爷，你讲吧。好啦，媽，我走結啦。佢送拜公，心中痛。我就喊你去看先生，你喊老多，你老头白穷用。请问是侦探员的家属吗？要麻烦你跟我去办一下离院的手续。不好意思，一個禮拜。可是一開對，鍾醫生還未聯絡，媽媽先搞不離過。你看嘛该啊？你喺阿爸住喺嘅破房，没办法啊，大概零四给你去个先走诶，其他给你无还去参加费用啊。青怡啊，老外班上送茶。有爱哦。你看，看你阿爸，骗人卖菜，就晓得偷，就你阿爸，连人家平时唔好诶，都抢到爱，偷几半日嘞，就村也着做得卖。你做嘛个？你还喊啲数好呢？家家，我老人还讲好诶。你有够唔错么？
马该时间，我看唔过还一股骗人。你对你阿爸是卖菜茶按多年，就迄老人下当作木卡人的照顾，挨无去，你爱记着我是嘿。又唔系只有你这种方法做得买菜，一定爱你服侍。你爱食材，左品右品都分不清楚，那做的是凊彩啦，左片右片嘅共用的，味道就好。看，你看，你看，是嘛个菜？无爱天数就点点啦。韩国卫视才写出一名，你用的冇啦，有样的。你用的冇啦。伙计，按叫无见。你动慢呢？中霞。哎，哎。冇事啊，冇事啊。总好问，你做嘛个讲法了？俺那有可能送家本，你叫那样。做点冇啦？做的，我为唔做的。我来咧。唔系，冇诶。我你讲吼，你这个年岁哦，较减食的，这作数食较济嘛，袂生条子啦。会发头啊手啦。好啦，你去发啦。来，有啥讲豆腐，讲因翁要食伊的豆腐啊，哈！来，你20找你。哎呦，林太太。哎呦，来。哦，这巴肚真水，面色阁袂歹，顾了真好咧。阿小姨，阮要紧的补品拢给我搞好啊啦，这拜托你啊啦。490。啊，你看偌济啦？520。你先叫我清切。我找你。哎呦，不然山呢？宝姨啊，茶档迄人送拿下来。你奶。七家亲嘛，你默默煮的啊？你唔是讲迄个？我人会药酒的。对啊，药酒啊！你讲吼，等下甲你咱交代，迄药酒数白白，叫伊早啊啉啦，一摆看要啉偌济，唔好做一摆啉规半罐，那惊死人哦。哎呦，伊啉酒哦，倒涂骹哦，迄一半盖啊，一盖尔嘛。倒涂骹啊！来吼！哎，来，我迄个3잔，对，3잔一只家己摕，爱吧家己摕。无，月腿唔是你的啦，你3잔尔，爱别人的，莫互别人捏。你拣好未？380吗？380，你无老实，莫落色，2粒高丽菜60，内底还有仁，嘿，油还有金针菇，总共470啦。宝姨啊，夹的啦，慢慢的数。来咧。等者吼。哎呦，不条子呢？我甲你讲，迄开火大，热天人，你吼莫食伤素的，它容易上火。吼，囡仔吼生出来就袂清气性，吃凉一点凉补。哦，谢谢。别讲话呀。来，我先找你吼，300，看咱等下小补。谢谢啊。再见哦，好，大行，好，慢慢行，这。恁这细汉的时阵，我捌看过吼，变到我用要袂认弟弟安尼。阿妈。就讲唔对啊。阿姨啦。阿姨。阿娇啊，之前唔是听讲伊吼，伫个什么红海
还是咧台积电啊？我没有在那种地方上班啦。安尼啊，辉弟吼，就是伫台北大公司上班啦。啊，人也叫好命，你看这囝这种才，啊个乖，啊个缘投哦。哎呦，真好命哦！妈倒袂菜。表姐，哎，老板春快乐咧！哦，好，恁敬，我来算数吼。叫好命的。你不会啊？我算，哎，487。嗯。哎呦，唔会啦！来，囥起，我唱看嘛，叫我呀。哦。紧来买啊省。哦，你鸡卵安尼摊足危险的呢，等下破的。你实在是足啰嗦呢，算较俗的，是免咱算较俗拢免摊着啦。你这把较大点。哎呦，唔会啦。来，我叫我买买到无送东西哦。唔会，这边好啦。进来。泡好水，冻了哈。条啊，老你讲哦，其实大力水手没黑死了，以后交通哦，你就是了就唔会通了。情味道变多，暗眼水茶，青色大家 Oh no。妈，快啲行了。家属请3拜，1拜，再拜。3拜。爸，你唔是小啦，媽硬定會照顧。
先吃饭啦。谢谢。这很好吃哦。关兄，辛苦了。好乖菜，尤其老爱偏数，那么爱一散，还真银版唔摕。俩不用奶，当葱奶。两片。好。用2片就好。生意哦。你用我硬欺负佢啦，也得去买个东西啊。材料啊，你喺工厂半买半送嘅，买到就可比两到哦。我来天数啦，得啦，吃到2杯好冇？我去家杀鸡哦。2片去我嘅工作台，2片去我嘅 idea 发想区，你全部就做嚟当做冥想休息嘅地方哦。还有2片，我安生爱种调的花。按你整体色调会较好看。啊，你还蛮人讲，你对铁嘞，要做嘛该吼？你了摆上爱做嘅东西，係比较较贴近在地嘅概念，就係恰田。天生万物，风云变，你就知道应该用2个铁嘞。我唔会讲，就知道係安尼。So， 啊？我上擺唔係要同你講，我要好好想一下。先完成的 project 再下一步計吧。Step 1, Step 2, Step 3. The overall strategy to achieve your goal. idea，不過咱用吃到應該先老倆做好吧。Fine。你先轉啦。安家，我老豆你不會留下來，讓我們吃飯呢。下副機片臨時愛扣1隻看口。我先轉公司1點。Okay, I'll be there at 4. 好嘞，你自己加油啊！要留喺公司上。哦。水果寄过去，要记得冰。
早，家里还好吗？快迟到了，你先去打卡。好，那我先进去，等会聊。何宇吃饭啦？我不饿。何宇，其实 boss 也知道你请丧假的事情，所以他不会硬压你的 deadline。那不然这样，我帮你去跟他说一下。你有听说过有哪一间公司会因为员工的个人因素就延后新品上市吗？不能这样讲，因为这没有不一样，我也不想当例外。何宇，吃饭了。对了，晚上 Alan 的迎新会，你一定得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boss 会来 ，OK？ 侯毅，吃个糖果，加油！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黑 boy， 来了。土地奶啊？哦，本日。哦，什么啊？啊，今本日事青岛啊。因就因属毛的啊。来，加减数啊哈。好好好，嘿，生意啊。哎，大家多一点哦，多一点哦。哎，各位，来，听我这边，大家举杯啊！欢迎帅哥 Alan 加入我们，好不好？新来的喝3杯，喝3杯。对，新来的喝3杯，记得啊。OK，大家。然后还看这个开业哦，没办好事。哪有小时候不喜欢，长大就会喜欢的道理？没有可能，我听说你就会唔好嘅咋。那我长大会不会变很奇怪的大人？啊，你没懂生气哦，有某一天我老片咁用，哎，何宇，一起来玩啊？不用，你们玩就好了。哦，好。你好，我是新进的员工 Alan， 刚刚都没有机会跟你讲到话。你好，郑何宇。听说你是我们部门的认真某人啊？没有了。那以后我工作上如果有一些疑问，可以跟你请教吗？当然可以啊。哎 ，Alan， 一起啊。哦，等一下，谢谢，等一下。你好，谢谢。哎，那我上个厕所。辛苦了。哎，何宇。哎呦，要走了？差不多要先走了。boss 等下就来了呢。那你帮我跟他打声招呼。哎呦，这样好吗？走了。啊，路上小心哦。哎呦，今日续航力有较好哦。
俺没生意啊嘞。俺唔讲，俺哦上班一笔，2点够一笔，安尼拄好。那么哦，边巡逻边睡哦。唉，迄个俺头摆托书看认真点喂。我听说俺要底下做判工作，找人去是咖啡都唔值钱。咁又啱好，當然咩好。我請教一下哦，迄個我有草頓，我講哦，啊，我係想要問啊，想我安尼高中冇畢業，還要想要尋那種朝9晚5嘅條路，我樣會尋啊？就因為我不用哦，等伊這個念，講乜嘅愛做案呢？哎，太辛苦，伊個念有2毛幾錢，古時候張上我問呀啦，因為我要開始我買尿布啊、奶粉啊，還會坐月子啊，哦，咱分享一下，你看，要超音波，你看。有戴影像吗？你看，看得出來細蛋係細毛的嗎？細毛耶？係細毛的，你看，有冇？要久按胎，你看，要遺傳的嘛。人講，要超音波哦，看唔清楚，呀哦，有出個3D 啊、4D 的，看立體的。嚇死人哦！你有冇開課啦？該送的就愛送，咱有寵兒千金太小子，因為都按行得來貨開得來。娘誒，天理公司有丟過嘿？娘誒啦？冇啦，我就想講吼，可以讓你看下咱爸爸嘅sản婦，還可以吃下讓你拿去飛速較強啦。唔是，愛處理愛七家愛處理。你唔是上班啊？你多請幾日陪你做唔得咯？你那迄本隔壁林生哦，談到你1-3年都不卡夠子。婚愛本你媽不好，唔會用嘅噻。唔是，你唔是弟弟啊，假好心，愛無老公就會死哈。哎，你去睡啦，你弟弟啊，愛嘛假使就做唔得。好啦，我看你哦，較想等我一下來陪你哦，跟愛就之後。躺太後意志，天公你就在上班咯，哈。目前 Model 3的部分，ER 的 bug 都已经修得差不多了，那很快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试运行，之后进入到 MP。那这个计划呢？等一下，这是什么 project 啊？Model 3新型导入电源的案子。哦。那这个先 pending，CPU 的量产会有问题。之前不是都说没有问题吗？案子本来就会有变数，你先去支援君拿那里的案子，之后看怎么样再说。是跟 CPU 厂商那边没有谈好吗？这个案子本来就是额外 support 的，为了你的新 model， 机构那边叫苦连天，业务大会也说 cost 太重，可能卖不动，这些我都替你挡了，你还有什么想法？可是我们这个案子，麻烦你以后有新的想法，先搞清楚可行性，顺便看一下公司的市场策略嘛，不要一意孤行好吗？东西先放着，以后有机会再说。好，来，下一位。那目前我的 spec 已经 study 完了，正在画电路图，但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度差0.1 mm。
这点机构那边他没有办法再放宽标准给我们，所以我的 cost 会差很多。那这部分我们可能要再想看怎么样 stack 已经 start 完了，对，但正在没办法啊，大概零水跟伊起价先少的。我还是帮你跟 boss 说了，说你最近家里的事压力比较大，他让你把年假都请了，放1个月回去休息，冷静好了再回来。你手上的工作我会再请其他人帮忙。我是驻地艺术家。驻地？啊，你也无甲驻地啊？不是啊，不是租地，是驻地艺术家。驻地？等一下哦。你看，邀请青年艺文创作者来结合当地风土民情来进行创作，发扬本地特色啊。哦，我知影，你是那中林基金会人，我会记的，我会记的。我不是啦。前几工仔恁的人有打电话来，你就是为了这来哦。我知影啦，我知啦。你宣传这个所在，那阮遮种出来柑仔，搁甜搁大粒，你一定爱带你甲宣传下去哦。也不是这种宣传啦。好啦好啦，我要来困中昼，你爱去哦。迄柑仔是莫甲我缀歹去呢。哦。知影吼，拜拜。好啦。风景味道变多，暗夜璀璨，心碎大家 Oh no。banana，红红用作 banana， 爱就爱是来讲作 bana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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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卖苦无桑诶。阿妹，我也变山呀，做太水哈，7做8做这样的，冰天冰天哦，实在。来动无简单。阿妹的张俊熙，魔法写一下，用做的。哎，我同温天使诶，各冲啦。唔是，我喊爱无喊的，喊一百个冲。现在孕妇真幸福，有心安尼补品一大堆啊！还是讲你伤忝啊啦，食较肥的，知无？好，我知影，多谢嘉怡，再见，再见。对了，青玉，记得回来做检查。好，谢谢。王小姐，里面请。来，你老眼真哩，老眼真哩，讲清楚。你是做定爱啦，俺太阳冻更烧啦。你啲嘛该按到更烧？哎，阿娇诶，要落妹严格，要话好好讲，嘛该严格，哈？你啲嘛该？
爱俩搞生意呢，你点么？点点啦！曾庆玉，老爱转来，转来去。用的了。演员就躺到你有点给吵。我娘没啊。炒马街啊？马街，我娘子啊。老爱讲清楚，掠下其他的。我若讲几多摆啦，用张业。根本日假使无本爱做到，你爱哪叫讲？看三张业当做来讲，嘛该三张业，你老娘妹当作我人黑么？哈，你演出来就会讲诶，去甲讲啊！生意阿爸黑嘛啥？俺唔知啦。嘛该唔对，你老辈迄同起多十客过，张威木多态度是，生意阿爸黑嘛啥个唔对？上课啊，应该会头拉骨。你啲老辈嘅人，我用来讲哦，我讲你无面无皮，唔对减少，还有一支，下面唔定用会高级嘅。你迄条丝，我看心爱就错嘅。好啊，唔讲就不准你讲下咯。係捱嘅權利，捱嘅聲音。对，捱嘅聲音呢，係捱嘅權利。唔過你係捱嘅聲音呢，你講唔講係捱嘅權利？要去幫命啊！拜託你好冇？你莫乜嘅事情就會講到老你有關係，唔係所有嘅人就會談捱嘅哦。董教講，陳情義，你娘妹當你辛辛苦苦做到為止，來服侍你倆千金大小姐，學到你皮皮胖胖，你腦愛出去攞杯，老細來嘅這個那個，你好膽，好膽個講一擺。哦，捱唔錯，全部就係捱唔錯嘅樣好冇？阿爸啊，係當排泄，一般就想我正經好好講法嘅啦。哎，走了，你去哪？去簽 K 歌啦，反正你最小嘅來也轉來了啊，就本記來照顧你。死出去就冇老愛出來。去哪？你冇老愛講。講，等一下再講。做乜嘅啊？要塞車咧，下車。你冇吃到麻煩還粉，趕緊貼皮好。你留去出都懂好啊。哎，阿姨，還差3塊。哎呦，3塊啊，要退哦。今天不送東西啊？送什麼東西啊？阿伯啊，哎，那個16塊，阿伯。那地方哦，UCUQ 啊，上法免黑啊。無相關嘅人，看嘛個東西就係這。享受點點的能愛嘅快樂，唱出遠方鮮妙紀念，
方的你共送共爱，爱坚持坚耐，三梦向前轻描莫再想，该丢。